也要提倒转去洗。啊，无，是讲拄好看到阿煞手遐摕来看看的。啊，公主，啊，你若介意，我拢总送你啊。难得驸马你有这份的心意，事实讲，这三项宝贝我嘛是无路用。既然你若要爱，无拢总害你啊。多谢公主啊！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公主，王兄伊突然间欠安，伊遐公主你这时到深宫去。驸马，母后破病，我来替伊看。好，你紧去。来咯。总也不归官府。无啥物大病啦，我只是有淡仔气喘尔。招你进宫是爱你去香国寺替我还愿。哦，心里即刻就来去。永丽，驸马伊若是有闲，你不妨甲驸马斗阵去啊，也好互咱全国百姓看讲公主你招一位少年英雄的驸马。母后。我甲恁父王上担心的，就是你的终身大事。如今你会当招一位俊品、人格为帅，阮两个老的也就放心咯。也毋过，母后心里一直感觉驸马伊是安怎是？自从甲伊成了婚，伊将入面上带手痕，看伊似有难言之隐，似有苦痛难克顿。伊温柔体贴，你知道，阮规房美情有风波。你是规房有温暖，常有何事心不宽？伊常常陪恁暗中谈。上必是思乡念中原。永丽啊，这就要看你啊。若是你会当将你的留情甲约会掉，敢讲驸马伊也会甘要走是？母后，驸马伊毋是用柔情救会掉的啦。敢讲伊摆向你示意，要转去中原是？无啦。既然若是无，你就无应该胡乱猜疑啊。夫妻应该爱互相信任，毋则对。母后，心里是咧担心，有一天驸马伊会走转去中原的。公主，伯伯非常的厉害。伊若是走伯伯地甲我对赶，我一定先走就走袂离。倒不如我偷摕伊伯伯地走。我毕竟是当代男子汉，哪会晓偷摕人的宝贝？不如将伯伯地甲藏起来，
公主若无八宝地，伊就借我袂着咯。虎妈，虎妈，我为虎妈伊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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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公主，驸马家己一个徛马，转出元阳关。冤家私自逃走，来呀！在。这个通无红花馆的首长下马，严把把守。若无早改令旨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关。是。上官在，准备快马。是。坐下！你真大胆，啊，敢甲驸马动手，是我伫性命上。听咯，我将参见驸马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将是红海关总兵夏元。你是要来抓我？不敢，我将是皇公主之命，请驸马去红海关甲公主见面。公主到红花关，你有什么花言巧语？讲！出什么？弄出去！是。公主，下官是有不得已，会苦中请公主你听我辩解。我袂听你辩解。成亲一个月来，你入过多少个山盟海誓？今仔日盼我去探望母后的病，你就来私自逃走。世间的薄情郎，你当记仇？你不顾离别，好记心，不念夫妻，将伊深。你放眼去我心好恁，加情加爱，到如今。下官会悔啊死。负心无人，我不顾的离别，又会来怨哪因哪？阮着讲的世代啊，讲啊忠心，着情的气强啊，做伴啊心啊。既然你归行，是无诚意，何必入水连情义？成亲本是我不得已，你这强迫我怎撇是哦？原来你存心想要甲我放杀。公主，我心乱动作，
不得已，我就要辜负就你一片的情深，希望公主你会当原谅我。公主，要原谅唔原谅是由你，我时候是无早，请你放我出关啦。你若想要出关，明明是咧做梦。公主，下我的情形下，你是最了解。我是奉旨要变化西寮，无去误入像你的国度受你的招亲，你可知影？我连累像我的母亲受禁在天家，我身负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你这要叫我安怎样做人呢？管不管？公主，你若是肯放我出关的，变化西寮，做回真书记，会当将功抵罪，到日时阵，咱敢是会当夫妻团圆呢？我若是唔答应，你唔答应？好，你若敢唔答应，我只好伊死，到时就公主你的后恩咯。你要用死来威胁我？德清，我甲你讲，假使你若想要出关，你明明是伫咧眠梦。你若是乖乖，甲我转向父王请罪，就万事皆休。若是无这，你就休怪我对你无情。公主请下手，是我德清绝无冤冤。阴拢夹伫你的身躯，你安尼目睭放起来，要学台甘愿要死断这个唔捌的疑犯抱手头。兄弟，你唔通乱讲。大哥啊，这款查某你还搁替伫咧讲话，伊既然家己甲你做夫妻，应该都爱帮助你去平息，唔才对。爸爸主动唔肯互你出关，哈，安尼甘心要害你做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人？好了，你莫搁讲。我要讲，大哥，小弟已经看袂惯这款无德的查某。你想回去互甲拍死，咱兄弟冲出关来去。嘿，大哥，咱卖插伊，做咱行啦。不用行啦。行啦，卖插伊啦，行啦。兄弟，公主对我一片情深，我哪会看伊安尼死无管呢？大哥啊，趁你即马受伤若无走，后摆是无机会哦。行啦。啊，这，你甲我倒转去白虎山等我，我明仔载就到位啊。无咯，这。对。好嘛，转去就转去嘛。哼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精神啊！公主，公主，是老贤弟对不起你，我替贤弟向公主你赔罪啊！唔免，老兄伊讲了无问题。我既然甲过你为妻，做无应该阻止你去平息。我唔对，我错了。公主，那安尼请放管让我出去。我全忍心，互你做背一个不忠不孝之人。公主，我来当征服西寮，讨回真书记，我一定袂惊，向皇上替你讨供。我唔敢，只希望你若离开了后，唔通将我放袂记，也阁有咱袂出世的孩子。啊！你已经怀孕了？
是长期，问出外必有喜，喜在心头。泪淋漓，愿你出去变西花，愿你前程开线，等我走起。高转，夫妻相向，会中为何你不尽职责，私自放驸马出关呢？讲！父王，是你放走狄驸马，叫你莫见怪下总兵。什么？是你？皇帝，你为什么放走驸马？这一来，咱先生国的民主，岂不是一败涂地？请你饶恕我，努力是为着。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什么？你讲啊！啊！为着什么？公主，永离，驸马是你忠心的倚靠，你无应该这尔轻易就放伊逃走。万一伊若是真是一去不回，那安尼，你的忠心是要倚靠啥呢？不要。是毋是驸马又亏待你？这个忘恩负义的特性，好嘛，在立刻卡在兵书，将这个小家特性卡对倒转来。是。这，父王，阿孙你若是将狄驸马对付，安尼努力会互人批评我是一个不贤不孝的。你是要叫我怎样做啦？也无将因对倒转来，像你安尼，清不清，逼不逼，你是要安怎做人？我相信狄驸马，伊并非是负心之人。只要伊若是病死了，伊一定会倒转，
你看在心里的面上，要下点夫妈。起来，你拢跟我起来！是。小我，有兄。即马只希望着手，会当早日平定西了，也通好早日甲你投安伊。赵掌柜听令，在令你向七星关下战书，即刻兵队紧华所出阵。得了。将军，已经遮尔啊暗了，你哪还阁毋进后堂休息咧？夫人，但从我好将，统领用兵，前来征伐我爸。如今兵营下，叫我要来困入去。将军，妾身想讲有几句话要讲，我若是讲出来，请你毋通见怪。好，你讲。吴邦原本就是归顺大宋，奇怪龙主心生妄想，想要夺取大宋江山，才会掠伫宋朝天子进路，派吴好将前来征西。如今，咱为着要避免损兵折将，也为着要避免耗费资源，我劝将军，你还是速速献官投降。什么？美战开战，你就叫我献官投降？开战，将军，你虽然勉勇，但是若是甲赞天龙、朱家彩因两个人相比，你自认如何啊？这赞天龙、朱牙彩是我帮的英雄上将，我来当甲因比。那安尼就对，连赞天龙甲朱家彩就拢死伫个敌枪的手中，你敢会是伊的对手？将军，你若是毋献官投降，不但是你自找死路，而且还阁会连累咱满城的百姓遭殃啊！这将军，你莫阁再多虑了，明仔载透早，你着献官投降。我只好献官投降。向华沙投降大宋，铁生啊！国王待你不薄，更加背叛国王。我掠到迄个时阵，我就该碎尸万段。父王啊，这点仔小代志，你何必着甲伊生气咧哈？等等啊，咱若杀死敌清了后，敢惊伊中华沙飞上天顶是？王离啊，国王听讲大宋的五虎将武艺十分的骁勇，就是连战天王朱阿彩也死在因的手头。恐惊啊！国王这个金交椅保袂牢啊！父王啊，敢讲你袂记的心？驸马伊有万分不懂之用啊！哦，父王，人人拢讲我好将信用无敌，也毋过李神也无将伊放在眼内。驸马，你毋通大意哦。父王，请你放心，
只要你派5万的精兵给李神，李神保证擒拿5虎将。父王啊，驸马出兵一战成功了后，无一定大宋的江山也是伫咱的手头。好，国王即刻派兵，命你为势，攻打大宋。风水岭，必将辽兵伊扫平。又随着我的心境，不明前方难安宁。宋军精势在了解。哎呦，你方知是兵在，将日江中地等待，度日如年对总台。公主，食一罐水果啦。你囥咧，我无想要食。公主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搁咧想驸马哦。驸马带兵去征西，出去是危机重重，这拢毋知如何，叫我要哪会袂担心？公主不免太忧伤，驸马英勇不言强。我相信哦，驸马一定袂有危险的啦。而且你是一个特别生产的人啊，你的心情哦，就要放开咧，要若无吼，是会去动落胎气哦。但我驸马，伊会当早一日病逝，平安倒转来甲阮母囝团圆。
公主啊，你是安怎心？哎呦，公主啊，紧来遮听一下，紧来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公主啊，紧来听好，你小听一下吼。你大概是拄要生产啊啦，我来去叫三宝来，你著较忍耐咧嘿，我连咪就来啊。龙主，下棋爱专心专意，你是咧想啥？无啥物，无啥物。哎呀，王妃啊，行棋咱都爱专心啦。你看，等你是伫咧想啥物？着你啊！龙主，我看吼，咱啥物人莫去笑送啦。今仔日这日子，咱根本都无应该下棋啊。对，你讲得无毋对。其实国王哦，早就无迄个心情踮遮行棋啊。王妃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讲看觅咧，咱王李伊是会生太子，也会生公主哈？这种代志，神妾要哪会知影啦？啊，毋过但愿咱王离生是太子，那安尼就免接受咱老我是休宴咯。也毋过王妃啊，你想看觅咧，假使咱王李伊若生太子，后摆嘛是圣德，要哪有可能传咱老我氏的香烟？这我才不管咧。太子是咱王离生，总算是咱骨肉啊，当然要接受咱老我是休宴啦。啊，就是惊讲狄青这个无良心的，伊唔肯答应。假使哦，讲咱王李哪会当安尼生两个查甫的，迄就上介好。对啊，那安尼一个接受狄家休宴，还一个就接受咱老我氏的休宴咯。龙主，龙主，启奏龙主，娘娘千岁，公主伊是一对相生的太子安尼。王离，你紧起来，你紧倒来。我甲恁有哦，是真靠阮孙仔的。我看老主啊，你看，咱孙仔实在真古锥哦。嘿呀，都再去讲哈。将来一定救出脱的。我老我氏的子孙，迄当然嘛有出脱。父王，这两个囡仔也袂好名的，请父王恁家好一个名好。好。国王甲看起来，这两个孙仔相貌不凡，我就来甲取名叫做德良德好。德良德好。好名，真好的名字啊！父妈，我已经生下恁德家的后代，希望你早一日凯旋倒转来，通好来看恁德家这两个良好兄弟。
关，倒过咧就是白虎关啊。大哥，若看这个图样看来，假使咱来当占得白河关，就等于控制西辽咽喉的重地。你若安尼唔较简单，大哥，只要你派我做神龙，我带3000名的人马，就会当破白河关啊！你咧讲啥？哦，你是想要叫我神龙？你真无意思哦！哎呀，我是为着要杀敌立功，我唔是要抢你的神龙关来做啊！我都未晓杀敌立功上，我开兵了。我说啊，伊讲要3000人嘛，我免我1000都够啊！你讲啥话啊？1000兵马都有够。明明是咧分家规臭蛋。啊，无你唔相信？我绝对唔相信。啊，你是造谣食天假命？白虎关必须要爱破，但是若无过万不得已的时阵，本社是无轻易派兵攻城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两国相争哦，兵作好，连年可见杀战多。百民百姓来并无错，起灵轻易哦，当兵多，也大把的人主。令人惊，闹这落阵情，本来当阿兵啊，若唔当兵刀，怎出城？龙烟何你啦，兵杀我兵，我本随心内哦。将军哦，去就全，去用关子好言权，抗议投降，显得出关。我将自从导航万岁，也未入宫，万岁请见，我将遵命。进屋。金花阿嫂，我明明你进来，你是特请派来做细计士，想讲要来叫我投降宋朝，是毋是？苏将军，我是奉德万岁命令，要来跟你县官投降。哼！你这贪生怕死，你来投降宋朝，来鼓舞着龙子的血魂，你有啥面目想要鼓动我是？苏将军，我帮龙主心生贪念，欲霸占宋朝江山。如今宋天子派我将来征伐，我帮绝非对手。为着顾虑全城百姓的安全，我还是劝你速速开城门投降。金华嫂，你反叛了龙主，我爱你救命！你叫我一世人！什么？金华嫂必须你在说死？是。我为人民来世上保了凡间双天良啊，不能堕入在人量难用凡间在天中，凡间本来就无人性。大哥，人无相好意，好有佳人心，咱南光大会起来跑过来啊！
主驸马，请。我就叩见公主驸马。免礼。多谢公主驸马。狄青是有影进来，数万的大军将白虎关围得水泄不通。好在咱早一步到，也若无就袂当进行。启禀驸马，也中了下这牛草药不足，伊你看是安怎较好？你免紧张，你毋捌听人咧讲禽差生禽无？明仔我出城来换了狄青。驸马，你唔通袂记的，狄青的武艺高强，你是唔通轻视伊才好。公主，西辽国的天宝将军社威远播，也无将伊小小一个狄青放在眼内。杨哥，公主，敢讲你却袂记，下官有3支飞刀，下官这3支飞刀所向无敌，一定要杀到宋军片甲不留。哎呦！阿妹啊，袂使哀啦，唔点啦，我讲的水好，你嘛较勇敢嘞。哎呦喂呀，哎呦，甲气的，你真真在要讲，等时咧哭听哟。哎呦，万岁。你咧哭听？啊，关水咧。哦，关水来看你啊。总算啊。哦，贤弟，你的伤势有较好无？哎呦，有啦，好真多啊啦。迄是较早我坐我迄条色云皮飞得紧哦，啊若无吼，我就去互迄只番狗甲咪咬咧走。